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屏东内埔品尝当地最有名的大锅菜。创始者是阿明嫂，最早是在榕树下卖吃的。客家人很节俭嘛，习惯把剩菜隔餐再煮。阿明嫂就把猪肉、笋干等食材放进大锅里煮。现在有了店面，但是阿明嫂还是用柴火慢烧，烧出古早味。简单的店面没有太多的装潢，屏东内埔的客家庄最道地的大锅菜就在这儿。也要去睇白菜，大锅子里10种菜色都卤得均匀入味。大锅菜怎么来的？餐厅老板娘阿明嫂说，客家人节俭，剩菜舍不得丢，隔餐会放在一块再煮，它如法炮制，才会有了大锅菜。我做一种菜来卖吼，都可以都quite好吃，我哋那会上一种菜来。做出来卖啊！老乡下一起咯，老乡下那好吃的菜呀，都真是在客家人的菜。客家风味大受欢迎，阿明嫂又想出了新菜色——冬瓜猪脚。内埔哈，没有人种那个菜啦，我那个自己有一个啦。自己养的黑毛猪配上了冬瓜的清爽和独门卤汁，肉质 Q 弹又不油腻。只是冬瓜猪脚卤一锅得花上4个小时，所以节庆假日的时候才吃得到呢。卤猪脚耗时又费工，就是因为阿明嫂坚持不用瓦斯，她只用传统的炉灶加木炭慢火烹调。木炭得花时间哦，慢慢弄，慢慢弄。还有4个5个小时。阿明嫂最早的餐厅是开在大榕树下，当年只是为了省瓦斯钱，每天烧炭做菜，但卤出的菜特别的香，也不容易烧焦。现在一到了店面，还是弯着腰，时时留意炭火，维持着古早味的温度。搬过来那边榕树家的客人一直找呢，找那个老人家啦，他们要到哪里去呀？我做什么东西很认真啦，东西该不会骗人的啦。快要80岁了，从露天的榕树下煮菜到现在，挣得了一个店面。阿明嫂说该退休了，餐厅要交棒儿子接手，细火慢炖的美味要继续留香。柴烧的原味烘托客家勤俭的菜色，10种滋味的融合，冬瓜猪脚的创新，榕树下的惬意，8旬厨娘呈上感动时刻。